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，请您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。如果没有看完，很可能您整年都在错误的时间吃鱼油，不但钱白花了，效果还不到30%，甚至如果您正在服用其他药物，还可能增加健康风险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严重，但这是真实情况。同样，一颗鱼油胶囊只是改变服用的时间点，吸收率和效果就会有天壤之别。很多年长朋友跟我说，医生啊，我鱼油吃了好几年，怎么都没感觉。当我详细询问后，才发现问题不是出在于油品质，而是服用的时机完全错了。让我告诉您只几个常见的错误。有些人习惯空腹吃，结果不但吸收不好，还会胃部不舒服，甚至打嗝有鱼腥味。有些人晚上吃完很油腻的晚餐后才吃鱼油，结果整晚肚子胀气，影响睡眠品质。更危险的是，有些朋友觉得多吃一点比较好，自己增加剂量，如果又同时在服用阿司匹林或抗凝血药物，出血风险就会大大提高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告诉您一个黄金原则，还有2个最佳服用时段，分别针对心血管保健和抗发炎、改善睡眠的不同需求。另外还有3个提升效果的小技巧，以及一个14天的自我验证计划，让您可以亲自感受差异。重点是，我不只告诉您怎么做，更会解释为什么，让您真正理解背后的原理，而不是只记住一些口诀。请问您现在是在哪里收看这支影片呢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也可以提出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如果您觉得这个主题实用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在留言区打个1，这样我就知道要继续制作类似的健康主题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深入了解鱼油的秘密。在我们讨论什么时候吃鱼油之前，您必须先了解鱼油里面的3大重要成分，以及它们分别对我们身体的作用，这样您才会明白为什么选对时间这么重要。第一支柱 EPA 心血管的守护者。EPA 是一种 Omega-3 脂肪酸，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我们的心血管系统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想象您的血液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，血管就是道路。当车辆太多、太密集，道路又不够顺畅的时候，就会塞车，对吧？这就像是我们的血液太浓稠，血管弹性不好，心脏就要更用力地把血液推送出去，血压就会升高，心脏负担就加重了。EPA 就像是疏通车道的工程队，它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增加血管的弹性，让血液流动更顺畅。这样一来，心脏就不用那么辛苦，血压也会比较稳定。第二支柱 DHA 大脑的黄金营养。DHA 也是 Omega-3 脂肪酸的一种，但它的作用主要是在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。如果说 EPA 是保护高速公路的，那 DHA 就是保护中央控制室的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超级精密的电脑，里面有无数的神经细胞在工作。DHA 就像是这些细胞之间的润滑油，让讯息传递更快、更准确。特别是对年长的朋友来说， DHA 可以帮助维持记忆力和注意力。您是不是有时候会话到嘴边就忘了，刚说完的事情马上就不记得？这可能就是大脑需要更多 DHA 的讯号。第3支柱，抗发炎作用，关节和全身的舒缓剂。Omega-3 海有一个很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功能，就是帮助身体调节发炎反应。这里说的发炎不是指伤口感染那种发炎，而是一种
慢性的、轻微的、持续的发炎状态。很多年，长朋友会觉得膝盖痛、手指关节僵硬、肩膀酸痛，早上起床特别严重，这些都跟慢性发炎有关。Omega-3可以帮助掉解体内的发炎物质，让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减轻。重要的理解，我要特别强调，鱼油不是仙丹，它不能取代健康的饮食、规律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。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，但前提是您要用对方法。就像一把好刀，如果不会使用，再锋利也没用。鱼油也是一样，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吃，怎么搭配食物吃，就算买最贵的产品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您3个最常见的错误，这些错误可能让您的鱼油效果减少一大半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大部分人在服用鱼油时最常犯的3个错误。如果您发现自己也有这些习惯，不用担心，从今天开始改变就好。错误1，空腹服用鱼油。这是我在门诊中最常听到的错误。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后，习惯先吃一堆保健食品，包括鱼油，然后才去吃早餐，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吃早餐。为什么这样不好？让我解释给您听。Omega-3 脂肪酸是脂溶性的，意思是它需要溶解在油脂里面才能被身体吸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要运送货物，您需要有卡车，对吧？在我们的身体里，食物中的油脂就是那台运输卡车，它会把 Omega-3 包裹起来，运送到肠道，再进入血液。如果您空腹吃鱼油，没有油脂来帮忙运送，鱼油就只能孤零零地待在胃里，吸收率会大幅下降。更糟的是，鱼油胶囊在胃里分解后，会刺激胃壁，让您感到不舒服，甚至会打嗝，嘴里有很重的鱼腥味。有些人肠胃比较敏感，还可能会胃痛或拉肚子。正确做法，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，或是吃完饭之后，马上服用鱼油。错误2，晚上吃完油腻晚餐才服用。有些朋友白天忙碌，常常忘记吃鱼油，所以都留到晚上才吃。如果晚餐吃得清淡，这还算可以。但如果您的晚餐很丰盛、很油腻，像是炸鸡、炸排骨、卤肉饭、热炒，然后再加上1颗鱼油胶囊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晚上，我们的身体已经准备要休息了，消化系统的运作会变慢。如果这时候吃进大量油腻的食物，再加上鱼油，您的胃肠就会很辛苦。结果就是肚子胀气、胃食道逆流，感觉很撑，甚至睡觉时还会因为不舒服而翻来覆去，影响睡眠品质。正确做法，如果您选择晚上吃鱼油，晚餐一定要吃得清淡，比如说清蒸鱼、烫青菜、糙米饭这样的组合。稍后我会告诉您更详细的建议。错误3，自己增加剂量，以为越多越好。这个错误可能是最危险的。有些朋友觉得，既然鱼油对身体好，那我多吃1点因该效果更好吧。于是原本1天吃1颗，变成吃2颗、3颗，甚至更多。这样做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浪费钱，身体一次能吸收的量是有限的，吃太多也不会增加效果，多余的只会被排出体外。第二，也是更危险的 ，Omega-3 有降低血液凝固能力的作用。如果您吃太多，血液会变得太稀，凝血功能下降，一旦受伤出血，就会比较难止血。特别是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匹林抗凝血药物，像是 Warfarin 或是其他抗血小板药物，再加上过量的鱼油出血，风险会大幅增加。曾经有新闻报道，有人因为这样而导致严重的内出血。正确剂量，一般成年人建议每天摄取约0.000毫克的 EPA 加 DHA 总量。
但这要看您买的产品每颗含量是多少，所以一定要仔细看标签。我在后面的部分会再详细说明。这3个错误总结起来就是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搭配、错误的剂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好几年鱼油却感觉不到任何效果的原因。在我们继续讨论最佳服用时间之前，我必须先提醒您，有4种人在服用鱼油之前一定要先咨询您的医生，这不是要吓您，而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。第一种，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抗血小板药物的人，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匹林、warfarin、华法林、clopidogrel、保酸通或其他类似的药物，请务必告知您的医生，再决定是否要补充鱼油以及补充多少。因位于油也有抗凝血的效果，两者加在一起可能会让您的血液太稀，增加出血风险。第二种，对海鲜严重过敏的人，鱼油是从鱼类提炼出来的，虽然经过精炼处理，但还是可能残留微量的过敏原蛋白质。如果您对海鲜有严重过敏反应，例如吃了会全身起疹子、呼吸困难、嘴唇肿胀，那就不建议自行服用鱼油。您可以考虑从植物来源的 Omega-3， 例如亚麻籽油、紫苏油，但一样要先问过医生。第三种，有肝脏或胆道疾病的人，我们的肝脏负责处理和代谢脂肪，胆囊和胆管则负责分泌胆汁来帮助消化脂肪。如果您有肝炎、肝硬化、胆结石或胆管阻塞的问题，在代谢这种油脂时可能会有困难，所以必须由医生评估您的肝胆功能，再决定是否适合以及该补充多少。第四种，手术前后的病人，如果您即将要动手术或是刚动完手术，请务必告知医生您有在吃鱼油。通常医生会建议在手术前2周停止服用，手术后也要等伤口愈合稳定了才能再开始吃。这是因为鱼油会影响凝血功能，手术中或手术后，如果凝血不良，会增加出血的风险，伤口也会比较难愈合。我的建议，如果您属于这4种情况之一，不代表您完全不能吃鱼油，而是需要医生根据您的个别状况，帮您调整剂量和服用方式，不要自己随便决定，这样才能在安全的前提下获得鱼油的好处。如果您不属于这4种情况，身体健康，那接下来的内容就非常适合您。我要告诉您最关键的黄金原则。现在让我告诉您最重要的黄金原则，请您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：鱼油一定要搭配含有健康油脂的餐点一起服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给您听。吸收机制很简单， Omega-3 是脂溶性的，这意思是说它需要溶解在油脂里面才能被肠道吸收。当您吃下含有健康油脂的食物时，这些油脂会在肠道里面被分解，形成一种叫做乳糜微粒的小包裹，就像快递公司的包裹一样。Omega-3 会被包裹在这些小包裹里面，然后通过肠壁进入血液，最后送到全身需要的地方，包括心脏、血管、大脑、关节等等。如果没有这些运输包裹， Omega-3 就像是没有块地车的货物，只能待在原地，最后被排出体外，完全浪费了。什么食物含有健康油脂？这里我要介绍一些在台湾很容易取得又含有健康油脂的食物。鸡蛋、水煮蛋、荷包蛋都可以，蛋黄里面含有卵磷脂和健康的脂肪。坚果、腰果、核桃、杏仁果、开心果都很好，每次吃1小把就够了。橄榄油可以淋在沙拉上，或是用来炒菜。酪梨切几片，搭配餐点，或是打成酪梨牛奶。简单的组合建议：
让我给您一个很实用的范例：一颗水煮蛋，加1小把坚果，再加1盘生菜沙拉，淋上橄榄油，最后加2-3片酪梨，这样的组合就含有足够的健康油脂了。您可以在吃完这些食物之后，或是在吃的过程中马上服用于油，这样吸收效果最好。要避免什么？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在服用于油的前后1小时内喝浓茶或浓咖啡，因为茶和咖啡里面的单宁酸和咖啡因可能会影响吸收，也可能刺激胃部。如果您真的很想喝，请至少间隔1个小时，详细的内容我会在第8部分再说明。请记住这句话：有健康油脂才有运输车，只要记住这个原则，您的鱼油吸收率就能大幅提升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您2个最佳的服用时段，分别是和不同的健康目标。如果您服用于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心血管、控制血压、降低血脂，那么我建议您在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服用。为什么选择早上？这是有科学原理的。当我们经过1整晚的睡眠之后，早上起床时，身体的循环系统就像引擎启动一样，开始加速运转。这时候血压、血流量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。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做清晨血压骤升。很多心血管事件，像是心肌梗塞、中风，都容易发生在早上。如果您在这个时候补充 EPA， 它可以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让血管保持弹性，血流更顺畅，整个白天的血压都会比较稳定。这就像是在交通尖峰时段派出交通警察疏导车流，避免塞车一样。适合台湾人的早餐搭配。现在让我给您3个实用的早餐组合，都含有足够的健康油脂，很适合搭配鱼油服用。方案 A： 西式早餐，1颗水煮蛋或荷包蛋，1小把坚果，大约1汤匙生菜沙拉，淋橄榄油，2-3片酪梨。吃完这些之后，或是在吃的过程中马上服用于油。方案 B： 台式早餐，1碗燕麦粥，淋上几滴芝麻油，加1颗荷包蛋，配小黄瓜或其他蔬菜。燕麦是全谷类，对心血管也很好，加上芝麻油和蛋黄的油脂，就是很棒的组合。方案 C： 轻食早餐，全麦面包2片，涂上酪梨或1点奶油，加1颗水煮蛋，配无糖希腊优格。如果您不会乳糖不耐，希腊优格含有蛋白质和一些脂肪，也能帮助于油吸收。建立固定的习惯，我建议您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吃早餐和服用鱼油。比如说早上7点到8点之间，您可以在手机上设定提醒，或是把鱼油罐子放在餐桌上，这样就不容易忘记。在厨房里准备一些坚果和鸡蛋，这样每天早上就能快速准备一份适合的早餐。真实案例分享，我有一位年长的病人，他以前习惯空腹吃鱼油，总是觉得没什么效果，还常常胃不舒服。后来我建议他改成早上吃早餐时服用。早餐内容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案 B： 燕麦粥、芝麻油、荷包蛋。他坚持了3到4周之后，回来复诊时告诉我，他的血压比之前稳定多了，早上起床时也比较不会感到头晕、头重。虽然他还是有继续服用降血压的药物，但整体状况确实改善了不少。重点提醒，如果您的主要目标是血压、血脂、保护心脏血管，那么早上是最理想的时间。搭配一份含有健康油脂的早餐，就能让鱼油发挥最大的效果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您另一个时段，这是给那些希望抗发炎、改善关节不适或是提升睡眠品质的朋友。
如果您服用鱼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关节疼痛、改善发炎状况，或是希望睡得更好，那么我建议您在晚上吃晚餐的时候服用，但晚餐一定要吃得清淡。为什么选择晚上是我们身体进行修复和恢复的时间。当我们睡觉时，身体会启动各种修复机制，包括修补受损的组织、调节发炎反应、清理代谢废物等等。Omega-3 的抗发炎作用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发挥，就像是在黄金修复时段提供支援，效果会更好。对于有关节疼痛、肌肉酸痛的人来说，晚上服用鱼油可以帮助减轻隔天早上起床时的僵硬和疼痛感。对于睡眠品质不好的人 ，Omega-3 也有助于稳定神经系统，让睡眠更深沉、更安稳。真实案例，张伯伯的经验，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张伯伯，75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要的抱怨是膝盖疼痛，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膝盖又痛又僵硬，要活动一阵子才会比较好。另外，他晚上睡眠也不是很好，常常半夜醒来，然后就很难再睡足。我帮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确认他没有在使用抗凝血药物，整体健康状况还算稳定。然后我给了他一个建议，调整晚餐的内容，并且在晚餐时服用鱼油。第1周调整晚餐内容。我请张伯伯把晚餐改成清淡的组合。他以前的晚餐常常是卤肉饭、炸排骨、炒面这类比较油腻的食物。我建议他改成清蒸虱目鱼或其他鱼类，烫地瓜叶或其他青菜，糙米饭或五谷饭。然后在吃完饭的时候，或是吃饭过程中马上服用鱼油。第1周过后，张伯伯告诉我，他晚上比较不会胀气了，睡觉时也比较舒服，虽然关节还是会痛，但好像没那么明显了。第2周固定时间服用。第2周我请他继续维持清淡晚餐，并且固定在晚上7点到8点之间吃晚餐和服用鱼油。同时我也提醒他晚上不要喝浓茶或咖啡。2周后，他回来跟我说，膝盖那种隐隐痛痛的感觉减轻了不少。早上起床时，关节虽然还是有点僵硬，但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，睡眠品质也进步了，比较不会半夜醒来。第3周记录和追踪。第3周，我给了张伯伯一个小笔记本，请他每天记录3件事：关节疼痛的程度，用0到10分来评分，0是完全不痛，10是痛到受不了。晚上睡了多久？中间醒来几次？早上起床时关节僵硬的程度。3周过后，我们一起检视这个记录，发现他的疼痛分数从平均6到7分降到4到5分，下降了1到2分。睡眠时间从原本的5到6小时延长到6到7小时，增加了大约30到40分钟，半夜醒来的次数也减少了。核心讯息，张伯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晚上是身体的修复时段。如果您的目标是抗发炎、改善关节、提升睡眠，那么晚上服用鱼油，搭配清淡的晚餐，就能让身体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援。重要安全提醒，如果您在执行这个方法之后，出现胃食道逆流或是胀气的情况，请重新检视您的晚餐内容，可能还是太油腻了，试足减少油炸、快炒的食物，增加清蒸、水煮的料理。另外，如果您本身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吃完饭后不要马上躺下，至少等2到3个小时再上床睡觉。总结这个部分，如果您的主要目标是抗发炎、保护关节、改善睡眠品质，那么晚上服用鱼油是比较理想的选择。但请记住，晚餐一定要清淡，这样才不会造成肠胃负担，影响睡眠。
现在您已经知道什么时候吃鱼油最好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您3个小技巧，可以让您的鱼油效果更上一层楼。技巧1，搭配天然维生素 E。Omega-3 脂肪酸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很容易氧化。什么叫氧化呢？就像铁会生锈，苹果切开会变黄一样，Omega-3 接触到空气、光线、热度之后也会变质，营养价值就会降低。维生素 E 就像是 Omega-3 的保镖，它可以保护 Omega-3 不被氧化，延长它的效用时间。而且维生素 E 本身对心血管、皮肤、免疫系统也都有好处。您不需要特别去买维生素 E 的补充剂，因为很多天然食物里面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。我给您几个建议：坚果类，杏仁、核桃、榛果、葵花籽、酪梨，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；深绿色蔬菜，像是菠菜、青花菜、西兰花。好的橄榄油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含有天然的维生素 E。只要您的餐点中包含这些食物，就能自然地获得维生素 E， 不需要额外补充。技巧2，避开浓茶和浓咖啡。这一点我在前面有简单提到，现在我要详细说明。茶和咖啡里面含有单宁酸和咖啡因，单宁酸会和一些营养素结合，影响它们的吸收。咖啡因则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如果您的胃本来就比较敏感，再加上鱼油，可能会感到不舒服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服用鱼油的前后1小时内，不要喝浓茶或浓咖啡。如果您早上有喝咖啡的习惯，可以先喝咖啡，等1个小时之后再吃早餐和服用鱼油，或者是先吃早餐，服用鱼油，等1个小时之后再喝咖啡。淡茶或淡咖啡的影响比较小，但保险起见，还是间隔一下比较好。技巧3，选择高品质的产品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鱼油的品质差异很大，便宜的鱼油不一定不好，但贵的鱼油通常有更严格的品质管控。您在选购鱼油的时候，要注意以下几点：看纯度，好的鱼油应该经过多次精炼，去除杂质和有害物质。看重金属检测，鱼类可能含有汞、铅等重金属，好的产品会有独立机构的检测报告，证明重金属含量低于安全标准。看有效期限，鱼油会氧化，所以一定要选择有效期限还很长的产品。买回家之后要保存在阴凉前燥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。看标签，最重要的是要看每一颗胶囊含有多少毫克的 EPA 和 DHA。有些产品会写鱼油1000毫克，但实际的 EPA 加 DHA 可能只有300毫克。您要看的是 EPA 加 DHA 的总含量，而不是鱼油的总重量。一般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取约1000毫克的 EPA 加 DHA。如果您买的产品每颗含有500毫克的 EPA 加 DHA， 那您一天就需要吃2颗。如果每颗含有1000毫克，那一天吃1颗就够了。当然，如果您的医生有特别指示不同的剂量，就要遵照医生的建议。3个技巧总结，记住这3个技巧。第一，搭配含有天然维生素 E 的食物；第2，避开浓茶、浓咖啡；第3，选择高品质、有检验的产品。做到这3点，您的鱼油就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现在我要教您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，让您可以亲自验证哪个时间点最适合您。我把它叫做14天自我验证计划。为什么需要这个计划？虽然我已经告诉您，心血管保健适合早上，抗发炎和睡眠适合晚上，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，最适合您的时间还是要由您自己的身体来告诉您。这个计划就是让您成为自己身体的科学家，用实际数据来找出最佳方案。
计划内容。整个计划分成2周，每周测试不同的时间点。第1周早上服用，按照我在第6部分说的方法，每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服用于油，早餐要包含健康油脂，比如鸡蛋、坚果、橄榄油等等。每天要记录一下项目。血压，如果您家里有血压计，早上起床后和下午各量1次，记录下来。头晕或头重的感觉，用0到10分评分，0是完全没有，10是非常严重。白天的精神和体力也是用0到10分评分，0是完全没有精神，10是精神饱满。每天晚上花1-2分钟记录这些数据，可以用一本小笔记本，或是用手机的记事本功能。第2周晚上服用，从第2周开始改成晚上吃晚餐的时候服用于油，记住晚餐要清淡。按照我在第7部分说的方法，每天要记录一下项目、关节疼痛程度，用0到10分评分。特别注意早上起床时的感觉，睡眠时间，几点上床，几点起床，总共睡了多久，半夜醒来次数，记录您半夜醒来几次，早上起床时关节僵硬的程度，用0到10分评分。同样地，每天记录这些数据。第3周比较结果，2周之后拿出您的记录，计算每1周的平均值，然后比较。如果第1周早上服用的血压更稳定，白天精神更好，那就继续选择早上服用。如果第2周晚上服用的关节疼痛减轻，睡眠品质提升，那就继续选择晚上服用。有些人可能会发现2个时段效果都差不多，那就选择您觉得比较方便、比较容易坚持的时段。记录表格范例，您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表格，有7栏，分别是日期、服用时间、早晚、血压、早上、下午、头晕、头重0到10分，精神体力0到10分，关节疼痛0到10分，睡眠时间和醒来次数。每天填写1周结束后计算平均值。重要提醒，如果您正在服用特殊药物，像是抗凝血药、降血压药、降血糖药等等，在开始这个计划之前，请先咨询您的医生，确保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另外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帮助您找到最适合的服用时间，但不是要您停掉医生开的药物。鱼油是辅助性的保健食品，不能取代正规的医疗。最后的鼓励，我知道记录这些数据可能有点麻烦，但请相信我，这14天的努力是值得的。因为一旦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好几年，甚至一辈子。而且您会真正感受到鱼油带来的好处，而不是只是盲目的吃，不知道有没有效。您的身体是最诚实的裁判，科学给我们方向，但您的感受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把今天的重点再整理一次。5个黄金要点，请您记住这5点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精华。第一，绝对不要空腹服用鱼油，这会大幅降低吸收率，还可能造成胃部不适。第二，一定要搭配含有健康油脂的餐点，像是鸡蛋、坚果、橄榄油、酪梨这些食物。有油脂才有运输车把 Omega-3 送到全身。第三，根据您的健康目标选择时间，如果是心血管保健，选早上；如果是抗发炎、关节保健、改善睡眠，选晚上，但晚餐要清淡。第四，避开浓茶和浓咖啡，至少在服用于油前后1小时内不要喝。第五，选择高品质的产品，并且看清楚标签，确保每天摄取约1000毫克的 EPA 加 DHA。
如果医生没有特别指示其他剂量的话，我的呼吁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我诚心的邀请您做几件事。第一，请您亲自实践这个14天验证计划，然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结果。您的经验可能可以帮助到其他有相同困扰的朋友。第二，如果您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也有在吃鱼油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方法，避免浪费钱又没效果。第三，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这样我们推出新的健康主题，像是心血管保健、关节保养、睡眠改善等等，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制作这些影片的最大动力。最后的提醒，我要再次强调，鱼油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，但它不是万灵丹，也不能取代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您还是要注意饮食均衡、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、控制压力。鱼油的角色是在这个基础上帮您更上一层楼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或是想要我制作其他主题的影片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回复每一位朋友的留言。谢谢您耐心地看完这支影片，希望这些资讯能真正帮助到您和您的家人，让大家都能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。我们下次见，再会。